上，俺呢日在村卡给人一把能记住嘛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乐汤布姆才艺组参赛选手郎杰志麻。我喜欢舞蹈，喜欢锅庄舞步里那厚重的历史脉络，树立了文化自信。我想要舞出礼堂布姆的洒脱与自在。欢迎大家来到2026礼堂打野传统赛马季，活动纷呈，精彩无限。俺把那天刚刚上，俺那乐童伯母那年初就跟着一把才是这么赢。大家好，我是乐童伯母形象组参赛选手责任志麻。盛装霓裳看礼堂，千年民俗看礼堂，云端盛景看礼堂，草原赛马看礼堂。欢迎大家来到2026礼堂打野传统赛马季，共谱一场高远之约。抗上俺的乐汤布姆张扬7周年，劲草芳华，乐汤布姆我为家乡代言。大家好，我是乐汤布姆形象组参赛选手张扬全真。礼堂不只是我的家乡，它更像刻在我骨子里的一种记忆。这里的风、阳光、草原、雪山，还有每一个热情善良的人，都让我明白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让人来了就不想离开。盛装霓裳看礼堂，千年民俗看礼堂，云端盛景看礼堂，草原赛马看礼堂。欢迎大家来到打野传统赛马季，共赴一场高原之约。从那扎西的嘞，俺们乐汤伯母是俺们的接应，劲草芳华，乐汤伯母。大家好，我是礼堂伯母形象组参赛选手斯朗德西。一方水土育一方风骨，我的家乡礼堂藏着独一份的山河诗意和人间温情。盛装霓裳看礼堂，千年民俗看礼堂，云端盛景看礼堂，草原赛马看礼堂。欢迎大家来到打野传统赛马季，共赴一场高原之约。从这些的嘞，俺那乐汤伯母那年初就跟人就把说那我们赢，从马肚头的看一种切的片呢，所进去大就当，让中进这种啦，点么大小片吧，干死些。劲草芳华，乐通布姆，我为家乡代言。大家好，我是乐通布姆形象组的参赛选手斯朗乌姆。心怀雪域山河热土，坚守本土文化初心，愿以自身微薄之力向世人展示故乡魅力。盛装霓裳看礼堂，千年民俗看礼堂，云端盛景看礼堂，草原赛马看礼堂。欢迎大家来到打野传统赛马季，共赴一场高原之约。天津更抗早，俺的乐通布姆是在参加这种吧，所能用这一。大家好，我是乐通布姆才艺组参赛选手四郎雍真。我喜欢舞蹈，喜欢锅庄舞步里那厚重的历史脉络，树立了文化自信。我想要舞出礼堂布姆的洒脱与自在。欢迎大家来到2026礼堂打野传统赛马季，活动纷呈，精彩无限。俺呢乐通布姆斯能用足赢，劲草芳华，乐通布姆我为家乡代言。大家好，我是才艺组选手四郎雍中，我是一名自媒体博主，希望用我的镜头传递天空之城礼堂的雪域风光。欢迎大家来礼堂共赴一场高原之约。在海拔4000多米的天空之城礼堂，藏着最纯粹的康巴人文烟火。大家好，我是雍中。现在雍中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礼堂县蒙亚大草原的花海，可以看一下雍中身后的花丛有多么的茂密，有多么的好看。欢迎全国各地的哥哥姐姐们来我们礼堂玩。到
到时候雍族会带你们去体验我们当地的手抓牦牛肉，还有我们的酥油茶呀、锅盔呀，然后我们的糌粑等等。各抗上，俺们乐汤部门江阳7周年，劲草芳华，乐汤部母，我为家乡代言。大家好，我是乐汤部母形象组参赛选手江阳全真。理塘不只是我的家乡，它更像刻在我骨子里的一种记忆。这里的风、阳光、草原、雪山，还有每一个热情善良的人，都让我明白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让人来了就不想离开。盛装霓裳看理塘，千年民俗看理塘，云端盛景看理塘，草原赛马看理塘。欢迎大家来到打野传统赛马季，共赴一场高原之夜。来自各抗上，俺们乐汤部门男女从军热热伝统版江阳卓马演，劲草芳华，乐汤部母。大家好，我是乐汤部母形象组参赛选手江阳卓马。盛装霓裳看理塘，千年民俗看理塘，云端盛景看理塘，草原赛马看理塘。欢迎大家来到打野传统赛马季，共赴一场高原之约。